本草堂紅潤透白精華霜，傳承中草藥養顏組方，富含白膚調理原液，內潤紅潤，外在透白，養出紅潤透白好肌膚。本草堂。叫做 Queenie， 我係一個手術室嘅護士。咁喺02年，我媽咪捐出咗佢嘅器官，捐出我媽咪嘅器官咧，呢個決定我從來都冇後悔嘅。反而如果我當初係佢真係拒絕嘅話咧，我諗一定會遺憾咯。去搭呢個，令到佢老婆死亡咁樣過身嘅。嗰陣我自己嘅諗法，我就一定唔會捐器官㗎啦。我唔想再加添佢嘅痛苦啊！咁我唔想佢個肚有條疤。捐贈器官嘅聯絡主任咧，就俾我睇咗啲報章啦。咁呢啲報章都好感動到我。係一個女呼籲其他人捐器官捐個肝俾佢媽咪救翻佢嘅，好似將心比己嘅心態，咁所以就改變咗原來嘅主意啦。佢捐我一個心臟。2個腎臟，咁救到3個人，最終救3個家庭。媽咪生前咧係好中意幫人嘅，咁我都會同個仔講，佢婆婆係一個好好嘅人，好偉大嘅。唔止佢生前，佢死咗之後都繼續幫其他人。咁佢每次經過媽咪張相咧，佢都會同婆婆打招呼啊，同佢拜拜嘅。我平時都會攞翻啲心意卡出嚟睇嘅，雖然只係寥寥幾個字，但係每次睇咧我都會好感動。可以睇到其他受惠者嘅心聲咧，好欣慰嘅個感覺，同埋又可以嚟懷念下自己個媽咪。以前接觸一啲捐贈器官嘅病人咧，冇乜特別大嘅感覺，都係做嘢啫。但係而家就好唔同啦。因為咧自己個心入邊嘅感受唔同咗，咁再次接觸呢啲病人咧，就覺得佢哋有好崇高嘅情操啦，對佢哋有好大嘅敬意嘅。捐贈器官咧就可以救到人啦，咁有啲人擔心啦，如果捐咗器官出嚟之後，親人嗰個遺體嘅儀容會受損，其實會唔會嘅咧？醫護人員對捐贈者非常之尊敬。醫生摘咗器官嘅時候，會以全身麻醉嘅方式進行手術，所有嘅傷口都會好小心咁樣縫合。攞皮膚就以衣服能夠遮蓋嘅地方嚟到選擇，攞長骨或者眼角膜，都以代替品充實空間，務求令到遺體完整，唔容不便。更新細胞，綻放完美生機。
智能 Nude Base 膠原水樣基本法，將高效膠原水樣精華輸送至皮膚底層，令你瞬間煥然一新，顛倒進身。體驗價288，無懼秋冬乾燥，全因護膚入手。